那环境相关的特别报道来关心的网贴水果面临的难题。面对网贴水果有丰富的生态，高雄市政府按说对修缮国家自然公园之后，高翠色网贴水果变成全国定义作国家自然公园。热新热也委托采提沙滩规划，我网贴水果的主管机关农委会林务局则表态了，划设自然保护区的立场，变作国家级的人气。干么变下好？官方有冇强嘅想法？佢地方下允许多多討論。很多上海河套向前行，一旦变得海水从原本的热气退下地，在停顿生态突然人的脚步，人同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接近。20世纪中的铁道幕应该变成最好的生态技术教材。不能种铁道幕。要做村的，无上岛，上的轨道融入的，所以上海融入的引来引导。明年的一天，民农地方社团如果用实际行通，大量见到人认识一定那位网贴股，也民间对自然友善的对待。马帮杨建树对闽农北石国家自然公园有为想象。一方面不要去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活动，但是生产活动它是可以转型为生态旅游或者是休闲农业，但是文化要保留下来。那我是觉得国家自然公园是可以填补我们在整个深山，也就是可及性比较高比较低的这个国家公园。跟都会公园之间的这一块这个所谓空缺的哈，向天神野出一类的花，是对山神表达敬意。今年的7月，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德马在网贴季的时节，宣布了市政府会推动闽农国家自然公园的决心。我们陈局市长也特别宣示绝对在市长绝对不会在我们美浓盖水库。未来我们在这个黄蝶翠谷未来的发展这个我们朝向跟中央、地方还有地方社团大家共同来努力朝向生态永续那么国家自然公园这样的方向来发展喺杨建树同高雄市政府接起了表态，要睇闽农推动国家自然公园後，網貼區嘅主管機關農委會林務局3萬人上。林務局認為，同闽農菜地保育團體已經有11年共同推動沙期林業計劃嘅合作經驗，嘛一定會睇今年嘅9月來完成自然保護區公約嘅規劃書。这黄蝶翠谷预定的范围都是林務局經管的國有林班地，再加上以森林法來說，它是一個很有強制力的特別法，所以在這種保護之下，應該是最符合黃蝶翠谷這個地區全區保育的一個保育系統。所以我們認為林務局認為根本不需要說有疊床架屋的這個情形，就各層面來說，依自然保護區是管用合一的最佳方式。金邊用一被喺黃蝶谷最鬧嘅風景。是因為破壞環境，更加殺上嘅公部門常常投入國內嘅眼神。喺保護山那被強勢嘅前提下，也冇向單位所規劃嘅想法，聽到議題嘅增加，有越來越多嘅討論。三亞半徑道嘅民農居民開始關心用嘅生態保護，讓最符合菜地真正嘅需求。客家新聞整分子，高雄報道。